親身去過土耳其啦，咁啊亦都去過第9屆嘅聯合國網絡管治論壇啦。咁不如你同大家講下，究竟咧呢個聯合國網絡管治論壇，我哋通常解稱叫做 IGF， 究竟係咩一回事嚟嘅咧？係啦，咁聯合國網絡管治論壇咧，咁我去嘅時候就係2014年嘅9月份啦，咁就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度舉行嘅。咁樣，咁佢係由聯合國舉辦啦，一個會着重多持份者參與一啲網絡管治議題，即係譬如話係網上嘅言論權益啦，或者係網上私隱啊，甚至版權問題呢啲等等嘅議題，去俾多個持份者討論啦。咁呢啲持份者包括有就係科技界嘅朋友，有啲商界嘅一啲網絡嘅公司。又或者係好似我哋咁，係一個平民或者係青年嘅網絡玩家，亦都會分享一下我哋嘅使用網絡嘅時候遇到一啲問題，或者係個人經歷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就係有唔同國家嘅政府咁樣，亦都會聽取我哋一啲網絡嘅意見咁。呢個就係IGF 佢主要嗰個目的。咁我係想問下你㗎，以我所知其實去 IGF 咧，大部分可能都係啲政府嘅要員啦，或者咁樣講啦，多數都係一啲成年嘅人啦。咁你作為一個咁年輕嘅同學仔，去到嗰度會唔會俾人冷落咗，或者去到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其實就唔會嘅，因為呢個網絡管治，即係其實因為我哋所謂90後或者00後出世嘅一啲朋友咧，佢本身係出世喺有互聯網嗰個時代啦，咁變咗我哋可能6、7歲嘅時候已經開始用電腦或者其他科技產品嘅時候咧，食電子奶粉大所謂。係，咁就會變咗對互聯網可能甚至乎我哋一啲個人經歷會比較值得參考一啲咁樣。咁當我哋尤其講一啲兒童權益嘅時候，就更加有一啲政府或者科技界朋友想聽我哋嘅親身經歷，譬如網絡欺凌或者一啲私隱嘅政策，佢哋亦都會想知道青少年嘅朋友點樣睇。係啦，你自己覺得去咗之後翻嚟，對你自己覺得有啲咩幫助，或者你會覺得自己有啲乜嘢會唔同咗咧？其實去呢個網絡管治論壇嘅時候，佢要分開幾個唔同嘅部分啦，有一啲嘅工作坊，有一啲嘅論壇，甚至乎完咗個論壇有一啲社交嘅場合，都會同一啲外國嘅朋友分享下我哋上網嘅經歷，或者香港人用一啲互聯網嘅習慣係點樣。咁喺呢個環境嘅時候，變咗我哋好多時候都要同一啲外國嘅朋友去溝通啦，亦都會變咗對佢哋接受，或者同佢哋溝通嗰個能力又會大咗，接受佢哋文化嗰個程度亦都會廣咗咁樣，係啦，主要係呢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因為都會有一啲學術界嘅朋友，亦都會去嗰個聯合國 IGF 嗰度去進行交流啦。咁變咗對我哋日後即係喺一啲，譬如我依家係一個 Year One 學生咁樣啦，咁去一啲上堂嘅時候，對於嗰個學術嗰個討論，同一啲外國嘅教授去講嘢，亦都會進步咗咁樣樣。咁除咗開會有啲咁好嘅得着之外，我想了解下開會以外有冇啲咩開心或者趣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係，咁其實我哋主要嗰個活動咧，就會係朝早9點至到可能下午嘅4、5點，咁就係開會啦。咁完咗嗰個部分嘅時候，我哋亦都會去土耳其伊斯坦堡一啲嘅旅遊景點，因為我哋本身住嗰個地方咧，已經係一個旅遊街咁樣，係啦，咁就會變咗可以體驗下當地嘅文化，呢個亦都係十分之有趣啦。咁甚至乎我哋當時有3個隊友一齊去呢個伊斯坦布爾，咁其中一個咧，佢就真係好體驗到土耳其一個好有特色嘅文化，就係剪頭髮。咁係啦，即係佢靚仔咧剪完。係啊，佢去一個好有土耳其特色嘅髮型啦，即係佢剪完之後係一個比較傳統啲嘅，即係用啲鉸剪啊，係一啲佢哋特有嘅工具去做呢啲剪頭髮。咁其實佢當然我哋
有從呢啲咁有趣嘅生活嘅體驗啦，亦都會可以學到當地一啲嘅文化，亦都係好寶貴嘅經驗咁樣。所以話咧，即係其實除咗喺學術上有得着之外咧，其實喺啲生活體驗上面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經歷。係啦。